哎呀，各位聽眾，歡迎人佢在到底嚟邊呢學嘅節目，聽我人嘅節目。這個禮拜咧，我就爸爸咧，慢慢講唔要緊啦。後尾這話題啊，邊呢已經是差唔多3點，2點到就3點啦。然後到這邊咧，我們來講嘅話題咧，知道咧就是講下正經淡薄，特別正經本是求人講咁唔是嘅。我嗰一個裝炮到啲後尾主角啊，英國中，sorry，大家好，英國中教王主角，了個有都歡迎到啲嚟阿嬷，真正久冇對嚟歡迎阿嬷，阿嬷到啲德國，แล้ว當今到啲英國嗰邊布拉贊基啲隻蘋果，唔是秋豆啲隻蘋果，隻蘋果嘅順貝，蘋果嘅順貝啊！差唔多做只。哦，做只。蘋果係個隻順貝。哦，我唔捌食過喎。可以啊。我食你講好食啊。蘋果配順貝，如果你像個順貝糊咁樣你哦，對，你是吹膠。你唱咪咪說甜個水。啊，好食啊呢。哦，只水甜，咪你食好鮮啊。แล้วก็好，OK，就是呢，這個 channel แล้วแต่มา情節嘅就同佢走去啊。แล้วก็3人啲看了啩，เรา直接愛 join 嚟講咩事 join 啊？是Q&A 好玩，但係未記開 Q&A 到到呢。OK，這禮拜咱講欠累是可能按怎講啊？欠累。我要再講當今情形欠累，情形尤其是在啲馬來西亞是安怎？了解，咱平常時咱有蝦物件被做到物件被欠到累呢？我第平常時嘅是厝啦，買厝嘅事。買厝。我叫 mortgage，特別我叫立厝。立厝啊，有呀，立厝就是講咱講厝咯，講厝咩使嘅？買厝啊就立啊。哈，你是第平常時啦，特登大嘅事本是有嘅，你看到啦。若是你有買厝啦，無買厝就無啊。你若是買厝啦，就聽到有嘅，你看你物件啦。買厝。現在你穿一個巴肚，你阿冇管嘅，你看。slave。為咯。咱感覺到咱成講啲，咱欠累嘅感覺怎做？成個穿個巴肚呢？怎你講呢？穿隻巴肚得心肝頭嘅。特別看啦，你若是你嘅工若是真正steady嘅，真正會你特會會賺累，嘛是會好事咯。特別可能有人做工無咁嘅好事嘅時啊，若是欠累可以病啊，真正風險咯，真正假咯。伊佢間厝無曉。啦，伊人會來搶你，你若是無現伊嘅累，特會現伊累來搶你厝去咯。特別有影就唔是你嘅厝個，你就無現伊累，咁樣就其實都唔是你嘅厝。對。แล้วก็你 microwave 蛋呢？แล้วก็พี่我想啲東南嘅所在，我想啲，哇！你上面來落啲來啊？garlic bread 啊。garlic bread。我想啲東南嘅所在啊，像個馬來西亞、香港啊、中國啊，伊人東南啊，若是愛跋筊嘅人啊，伊人真正艱苦咯。我會記啊，有一道我啲行啲 Penang Road 個位行，然後我行啊，伊無到啲伊一個賣電視機嘅店啊，伊講我個一個人病會個伊個人啊，我意思是伊個一個什麼真正啦，真正遠嘅真正啦，然後我人行一嘛，嗰時我問我爸。蝦米事伊安尼老了個做工過啊？你是伊個店啦，是無？
了我爸講我聽，無啊，伊個故事真正赤壓嘅啊。伊有一個孫啊，是跋筊鬼來啊。了伊直直跋筊啊，欠伊個安怎講 triad 伊個。我知咩啊？哈，伊長人嘅 gang 哈，伊欠伊人嘅鐳啊，伊人啊。threaten 未睇伊死啊，所以伊個幹嘛啊？用咗了伊人嘅 pension，累咗了伊人嘅。去行累。去行伊個孫嘅。對啊。所以伊人買來伊個爸幹嘛冇嘅了去。都俾做工，都俾去做工都知道。哇，要積壓咯佢哋。真係可憐咧。你那是講是你自己欠嘅累嚇，你自己就去拖下個應該啊！你那是安尼，你會欠嘅你要學你爸母啊，你講媽去拖嚟講就真係值硬啦嗬。好啦，只係踢下，就是我講啦，係咪看你孫啊？你看你，一拖伊個爸嘅嘛，去感覺無累嘅看啊。你看應該掉嘅多啊，現在。哎呦，積壓哦！你就是本是驚跋筊，本是驚嚇跋筊就係。就是長人先你看啊，長人較屬個跋筊嘅。少。跋筊咧成較小氣啊，未曉吃。想講起呢。你是拿跋是拿簽耶？你成日你輸啊，後你就硬被跋，然後都對嚟 cover 你輸起咧，你。了，咱個還沒無相嘅正，咱是講還沒啊？齋是福建話是叫咩？正嚇。Hello。請知嚟啊！攞大邊拍得久啊，啷 ？Sorry 嚇，sorry 啊！嗰度我諗講話啦，都冇單教你講話。咋講咧？而家講伊去做prepare food 學伊啱了，伊就嚟做。OK。不過我頭晚忘記講掉做即欠累啦，欠累我嗰時欠累厝，欠累咧有啲人跋筊欠累。你妹我係過啦，清楚有知無？你有一個唔知伊是蝦米歌啊？伊個孫去跋筊個了伊。阿賢哥。阿賢哥，哈。แล้ว伊就要去做工啲電視機賣電視機嘅店啲。迄個真可憐大哦。伊即係我姨嘅囝呀。我姨嘅 family 有累嘅就，了我伊是伊結婚㗎，一個銀行嘅本來嘅 manager 啊，有累嘅就，伊啱到某個一個後生人，伊啱這是啊，伊 parents and 伊 grandparents spoil the boy，you know。哦，成派。伊生意小濟了啊，伊這一間啊。即係boy 讀冊未 pass form 6啊，所以就會做 private study 睇 banking 啊。伊有一個好 ，he got a very good job working in an American bank 啊。แล้ว伊結婚㗎，this boy 結婚㗎，伊 boy also officer in another English bank，you know。But 伊點去。跋筊啊，跋筊樹筊就。伊跋蝦米物件啊？伊跋蝦米物件？筊你知跋緊嚟大？伊 there is a 你捌聽一個蝦米？Martuk Club keep Northern Road。哦。你講跋蝦米？哦。伊跋個欠累個，伊 bank got to know of 伊 gambling debts 啊，死伊就。哦。แล้ว伊board。bank also 再講伊翁啊 ，this lady 翁 also 欠累啊，伊boss also 就死 from the English bank 就。哦。所以安怎了？
伊是咱的亲戚是无？伊是咱的亲戚。伊是我姨啊阿嬷的大姊的啊，so daddy 个演个做 cousin 啊，做 first cousin 我係 first cousin。姐弟兄弟啦，唔是姐弟兄弟啊。姨嘅後生啦，大姨嘅後生啦。After 伊嘅 father 啊，我嘅 cousin 啊 retire 啊，伊嘅 pension 嗰兩位買一個大間厝啊，互伊嘅後生甲伊是不大咋，伊後生欠人欠到咧厝就賣煞咋，了伊真呀，伊這伊嘅老啊，伊在我人嘅 family 嗰兩啊有 a lot of antiques 咋，伊去老我嘅舊嘅囝啊，伊講。我嘅厝安尼一舊嘅cases，我找一個 buyer 互你好無？伊個馬地碗還沒個了啊，伊找了啊，好彩啊！我 another person 聽到呀，伊去查，伊去 strike a deal with this antique dealer 啊，whatever he pay he gets 20% commission。哦。So my cousin stopped the sale, you know. Sampai 啊，伊欠人啊，伊個爹嘅厝就賣個了啊，伊個爹就去做工，做些 shop assistant，賣 CD，賣 radio 啊啲啊。即啊！伊真可憐，真積啊！了伊媽咧，即個 bank manager 嚟找我，就去賣福建米去一個比較去變愛嘅大名喎。哇！即啊攞呢？即欠鐳欠干話誒，這是白膠嘅事啊！白膠就係驚人呵，白膠成個 disease 呢話。是咯，是咯。你哪簽？個咩？英國姜阿賢 just pass away 啊。Sorry？阿賢 pass away。哦，我唔知安怎叫伊是阿賢個講啊。冇啦，阿賢故講啦嚇。故講。阿賢故講，我叫阿賢故講。所以伊過身了啊。Yeah, he died destitute in a home. 哎呦，真真可憐咯，真真可憐。了個把你行物件咧，把行物件借咧。啊，得，即係阿嬷講，我愛講，咁亂。因為我就馬來西亞阿輩有安尼款嘅情形啊，都是都 New Zealand、Australia、美國啊、英國本，係你 student loan 誒做，而家這人啊，香港差唔多20幾、30幾歲嘅人啊，有真正多嘅 student debt，是啊，我個有啊。借鐳讀冊啦，就是借鐳讀冊。對，所以我伊咧講福建話。青枝就是阿嬷只教講福建話嘅，伊個曉寫，個曉講唐人話。青枝，我們是青枝，唔捌拄着阿嬷咩？我捌拄着阿嬷捌講福建話咧教，我唔捌拄着。感謝。了你講你當經嗰啲興調讀冊之類欠掉呢個？冇辦法啊，我當然冇講啦。啲 New Zealand 真正解啊，啲是講80年代讀冊大學是免學歷嘅。แล้วอีหลัง就91年啊，我 start 讀阿伯start 過嘅時啊，就 start 有 fees 啊，就俾學歷讀冊。แล้ว本家政府是學歷嘅好學生類做按照講living expenses 啊呢款嘢啦。แล้ว因為我
所以佢哋是真係好啊。然後哪來那貴啊？我覺得那貴，哪來那貴啊？哪來那貴？然後政府學生類哪來那少啊？哦，少。然後所以我這邊camp借鐳來哦，對 borrow money 個政府啦，然後佢哋有 OK， 呢個例子是一年6%，哇，真高咯，6%。然後當今冇啦，因為伊人話伊真係即少年人啊，紐西蘭人讀了冊就出外國啊，出外坡啦，部隊來啊。所以當今冇你看特別壞嗰時6%咯。แล้วว่าถักแล้วว่าถักมาสเตอร์แล้วว่าจะขี่ญี่ปุ่นจบกันว่าอีกว่าเห็นแล้วจิสุกุวะฮาเลลูยานั่นเองสี่จับเชงสี่บันนิวซีแลนด์เลยแล้วสี่บันนะฮะแล้วแต่พี่因为ว่าที่ญี่ปุ่นว่าเห็นแล้วฮาเลลูยาแล้วว่าก็ขี่ถักเช่เฮ้ยไลจีก็สิมันกวนนะแล้วว่าเห็นอันนั้นก็ว่าเขี้ยวไม่ลุยน่าไหลน่าเจแล้วก่อนนี้น่ะว่าเห็นลุยจะปอสวยแล้วก็จะ摸得對你เห็นลุย冇嘅啦一嚟子嗰仔貼起哦，所以我擦啦。特別當今冇工啊，所以我伫德國找工真正艱苦，所以我有可能過去大別個國家。哦，找工。大好。所以我38歲啦，我冇講 mortgage 啊，我迄個類啊，我冇興過。面談無好話 mortgage，因為我個有迄個安尼管呢。學生他赤類個袂興了個。我真係 curious 啊！伊講嘅係 student debt。嚇。你講伊90年代時，伊start 講愛有學即個學金啊是幾類？你嘅年嘅時，你一年學金是幾？學金是幾類？我袂記啊。安尼坐你袂記啊？伊是because at the moment 我不是大一個 stage， 就係我不是去 apply for student loan 啦，去大學啊。แล้ว大學嘅啦。The small thing. I just teach that to begin with. 我諗interest。See if you work 借過21,000 from 21,000起係你amount 你9%，就是講 if 你冇借過21英鎊咧，你冇做工一年超過1英鎊，你就也袂開始行。你做12,000咧，你就你就是9%，唔係意思1,000內邊係9%咯，因為你做超過1,000嘛，你就1,000內邊係9%咯。哇9%真係濟啦，แล้วว่าแบบค่อยตอนที่英國หลัง那是這邊嘅人 bankrupt นะis it called 破產你真係有寫啊破戒啊伊人呢個政府就國家路愛離了啊伊人個好路免興啊特別我聽ไป英國冇想啊路這是人啊那是路 student loan 啊
这是人都有啊。对，甲美國本上，無關美國本上，你若是撲街嚟講，後你本是對行迄條路嘅，你是撲街啊，你白嚟，你成講你欠嘅 credit card 嘅路，隔了係你隔了改隔了去啦，改隔了去，特別你嘅 student loan 本是條路應管對條路嘅，然後你若是只攤路攤做緊，後面你好樣嘅是條跳路到啲你 bank 嘅跳路。特別準即邊無相哦，即邊講 if let's say 講我讀了我度我出去做工 ，let's say 講我到 the beginning of the 5 year 我無做一千，我有做工，特別我無超過一千，我本 man start 行 ，once 我start 行嘅時候講我做接2千㗎啦，我 start 行嘅時啦 ，if 30年裏邊我行未了嘅話啦，伊係你 debt to get rid of debt 了嘅咗，伊就傾咩咗，伊都問停咗咗。哦。學得了嘢啊，你入 debt 得了。30年裏邊，特別我問你講，你是講你行嘅時，但係你是講你貴啊，一入一千，你就行9%。What I'm trying to say is but once you start pay 嘅時候 ，once you start 你攤累嘅時。唔是 start 攤類，是 start 行類嘅事。因為你達到愛超過1千，你梗係開始行你就係。你攤嘅類啊，就是講你攤嘅工資，一年入面係就1千。OK，而家我咪 start 行嘅咯。Once 我 start 行了，下一節就是我係start repayment date 咗。From 下一節起30年過後 ，if 我就慢慢行，if 我30年裏面我行未了嘅話啦，我就慢行。你哋行到幾呢？你哋行9%啊？你哋行到幾？冇，伊唔是20，伊唔是20，一千裏邊係9%咗。伊是就講 if let's say 講我趁入2千啦，伊是1千裏邊係9%咗，因為我趁過1千嘛。係你9%是9%下面9%是你對俾行嘅，還是9%是你嚟自？No， 9%你俾行嘅，即係冇嚟食嘅。哦，所以冇嚟自嘅啦，冇嚟食嘅啦。冇嚟自嘅。那較好貴。安尼就好 ，that means 這是政府做嘅嚇。甲政府做呀。哦，安尼好是真好。有甲兩樣呀。所以你是講你對，你嚟是講你入談入1000貴入1000嚟講，嚟是你是貴，你是貴入1000 beyond 入1000你個用係咪9%嚟行？哦，特別就好，特別就是你30年裏面就是行未了嚟講，樣就一頭國冇去啊！一頭。安尼好啦，安尼真好，安尼真好。好啦。我隔了照啊，合適人都睇本照。Tapi lu tebe aneh kan lu tebe寫字啊，我是小心嘅，因為訂到 Australia 本是aneh kan啦。啲幾那禮拜前啊，一人政府就講訂了我諗當今lu誒你，安怎講利息啊？利息啊，利息。本是6%，所以佢哋樣係使換啦，樣係使換。相關嘅，所以伊人一邊啊。Actually， 這邊較強講話咧，因為我人有佢哋 contract 啊，伊人是 fix 嘅喎。想講伊人是想講啊，伊人是 once 你夾佢哋輪誒下一節誒佢哋年攞嚟嘅，伊人冇。OK。我就應該本是安尼款啦，對。這就是今年start 下隻學生嘅，對啦，做緊了就對啦，哎呀。喂，使唔試下我？係，請知。Catherine 嘅花名係咩？阿嬷咯。你知啊？你講你上面嘅你請知。即係這邊啊，即係馬來亞啊，你講 student loan 啊。Lu nasi Juana lah, Ibu Putra. Lu take student loan ah. Ilang tata cái đó ah, vô chạy điều hình嘅就。Ilang vô chạy điều hình是安怎啊？Ilang vô hình就是after 20幾年啊，部分嘅講唔使形了。所以伊人惹人嘅鐳去貼互伊人嘅人去讀冊出來，伊人出家去做工，所以伊人無還嘅 student loan。after 20年刷去了，伊人就轉來。實咪是香港英國咯？
我是應該我是想，應該我是30年，但是冇遐就刷遐，但是講特別伊是，咱是大人啦，哈，咱等人未談咱呢luôn嘛，人會人也會談。我會記啊，我細漢嘅時，我會講啦，就是政治嘅爸啦，我會講啊，講互我聽，我細漢嘅時，伊講我聽，你袂使借錢。你本免借錢給人，所以伊嘅 philosophy 啊，伊嘅 philosophy 是安尼款。特別睇下我大漢嘅時啊，你袂用安尼款嘅 philosophy，因為你知咩事無？因為睇下有 inflation。我係講嘅點聲嘅時啊，你若是要買車，你收賺錢嘅買。你收錢，到你有夠錢時，你才會買嘅車。特別你袂做安尼款，睇下嘅點聲你袂做安尼款，因為 inflation 較大，甲你會工資收錢，所以你若是直收錢買你嘅厝啊，應該買無？袂再條買，因為伊嘅厝嘅價錢啊，起伊嘅厝嘅價錢起較快，甲你會收錢。叫你賺嘅錢，賺所以你就要借你嘅錢，你借伊嘅錢，你會成個賺伊個 fixed price， 你買個厝嘅時，你借伊錢，然後你慢慢去還你嘅。所以我有一個條，伊是 banker 來，伊 advice 我，伊講你袂使講安尼款，伊講我去買一個apartment邊樣嘅時，我要想，我要買地喺 Pearl Hill 去起厝。然後伊講，你去借伊錢啦，咩事你都會賺錢嘅。我講，哎呀，我賣欠人錢。伊講你袂使安尼款嘅，你袂使想講，你會講收錢，甲你有錢。你若是收錢，你收到你死，你本袂在條買蝦米你賣嘅。你就要借伊錢嘅。特別我驚啦，我驚欠人錢。就是啊，你驚唔通做。我甲你講過一條是安尼啊，國強。阿公教我人啊，教了啊，你若是無錢，你茫去買，你茫去借錢。我買這間厝嘅點聲，我去銀行，我要摕housing loan。你知伊甲我講啥物哦？伊講你無 credit rating， 我人袂借你錢。伊甲我officer 甲我講，真正會嘅。你去哪日，你去買 one set of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on payment plan. The moment you pay and you want you credit rating 我人會借你錢。我講我買欠人錢。我講我細漢到大漢，我的爸教我唔通借錢，唔欠人錢。你若是蝦米，你家己摕錢啊，你去買。我愛借咧銀行30千爾，伊買互我刷啦，買互我刷啦。然後你家己收。我會小妹甲我兩人，我人嘅 savings 甲我去一個咯。所以你按啊，我甲銀行借10千爾。哦。對，我即個我只驚即個欠錢，我只驚，因為我看到只濟人吼，你講價，只對嘅伊個。咱看下面物件本啊，你看下面物件本啊，你若是講像個英國中講啊，你看有當時你收嘅錢吼，你袂付，你永遠買袂到迄個厝，若是講你無借錢。特別我是講平常時嘅物件哈，你無嘅錢，你唔通開就對啦。當今我只驚就是迄個 credit card 咧，只濟少年家，伊人開像個免錢嘅咧開，你知哦，也無想特別興。迄個真正危險啊！我甲你講。你點簽啊！你若是無去 track 啊，等啊！你這都起個真正關了。我輸你啊！有時我若是開用 credit card 啊，我開咗錢，我就要興落嚟，我就隨我嘅銀行，我有夠錢要興哦嚇！你若是睇下當今啊 credit card 真正係要，你若是 every month 你 pay in full 啦 ，out of the blues 啊，銀行卡電你講，我人
做好路700,000好路开，interest free。你講查某啊，你笑起來啊！我就打尾我是笑咧，我講我買，我感謝你，我無欠用你。你好你咧 interest free 啊，of 100,000 overdraft 啦嚇。你用你 credit card 嘅 interest 係幾？嚇？哦，有人去20%嘅往這邊。10天咁搞喎，上個時。credit card interest 是第解了。你諗上講啊，你 overdraft interest free 啦，你 credit card 嘅 interest 較貴過你 overdraft interest。少。我感謝你啊，我嘛是無錢我免開啊，我咪開啊。對。就是啦，我去大學時，我做學生嘅時，我有真係一朋友，伊人有 credit card，我本無 credit card。好嘅就係我冇 credit card，伊人用伊 credit card 去買物件，買到無有一隻物件，伊人買來了大學了時，伊人佫欠較加10,000啊。好。欠對。應該講 ，Do you know why？ 係咪數？因為 student discount 嘅數啊，呢度。好啦，就是做 student discount。這邊冇係咩？係咪？You mean to say 英國我那是 student 有 discount 呢啊？有，真係一項有 discount 呢，真係有 discount 買衫啦，買下面物件。買衫，買車。我係朋友個了是聽劇嘅，咱個了真係屬於 classical music 嘅。買 CD。有一個，了啲學生有一個 classical music 嘅店啊，伊人賣 CD 嘅啊。我朋友我成個起笑呢，去買個了伊 CD， 伊 CD 都貴嘅，真係貴嘅 CD 都真係冇是 box set 啦，伊買 opera 啦，係咪啦？真係貴，唔會啦，有咩啦？一幾個10,000啊！依啊，哇啫！真係危險啊！頂擺我做工點上我 secretary 啊。嚇！你再還啊？愛買kimchi 嘅。嚇！愛買belian。sampai 伊個 credit card 嘅 bill 來啊，伊來甲我考，伊愛借我錢，我講我是無借錢嘅。我講我是無借錢。伊唔是愛借你錢，伊愛甲你借錢。伊愛甲我借錢要 settle 伊 credit card， 我講無，你轉去找你銀行，去甲伊講，你是攞隻錢，叫伊 make up payment plan 互你。逐個月我特別叫伊借落去，我講，你開，你一個月你賺安尼錢，你出，你你講啥物house rent 是叫啥物？出稅。你出稅就錢，你 handphone 嘅 bill 就錢，你換車你車油就錢，咁了你啦，你賺你安尼錢，你有 movable income 安尼錢，你去找你 bank 去 work out payment plan。真係危險嘅，我看真係錢是安尼。少年人啊，未曉想啊，伊人哇，你甲大車。我就是買梅人馬來西亞嚇。如果在美國只濟啊，只濟你已經是人哋款用 credit card， 你讀冊學生出來，除了你會還學生嘅類啊，如果就還 credit card 嘅類，即係拍底人出來就大歐就出來就差唔多10,000塊，拍底去10,000欠掉你 credit card 嘅類啊。哎呦，嚇10,000嗰隻哦，了你安怎你安怎生活？你賺嘅你咪是啲興咯，你個唔是興嘅了啦，興 minimum 啊，興 minimum 嚟講，伊即係利息咪是啲加。對啊，伊來錢啲關。幾類啊？幾啷下邊嘅credit card 起落嚟啊？啷嘅8%數，20幾%王正。係咪是8%數？interest rate。你嚟錢啊？嚟錢是幾%？來錢，哎呦，我都唔知，我唔捌計，我唔知。伊 on a rising scale 你知哦。Okay。對。how many days, how many percent? I think the first 30 days
maybe 5%啊。哦，咪咕，我被走啦，我被接佢啦。OK， 拜拜。拜拜，拜拜，阿毛，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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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night。拜。แล้วก็有下嗰一項就是我要知嘅就是馬來西亞，我看就我自己想啊。我安介好呢，個也我食。我啲想，咩做乜嘢咧？細路，我啲想啊，我對馬來西亞時啊，我看人賺累啦，我每回知我就講，人賺這邊賺平常時大學出來學生賺幾累嘅價？上價是3000塊啦。一個月樣是take home 3000啊，I mean 扣個落去嘅。冇 ，the gross salary， 你若是你 take 入了啊 ，starting on the medium side 啊，3000塊，一個月是得啫，gross salary 一個是36,000啊，一年。一年36,000，你36,000，你that means 你嘅 income 就 taxable 了嘛。你 tax 個來呢個 EPF 個咪？你 gross salary 3000塊，你 EPF จับ 1%， แล้ว on top of that 你 living expenses 個咧，你免車，你免出沒車呢？你車油，but a lot of them 伊人車油無借啦。車油伊人上計若是愛gaya伊人買 perudua， 啊無伊人搭摩托，啊無伊人搭bus，都無安尼錢。上底即個是你 EPF， 你 insurance， 你 tax， แล้ว你免借。就是你算起來3000塊，你說你3000塊是你 gross income 啊，你扣起來就扣個就自己存攤2000出。2000幾喎？about 2000呢？個2000嘅呢？2000冇咩開，我是冇俾譬如我講，按怎人開你成個免笑嘅，你知哦？你去沙巴食個比貴你知哦？我人去叫安尼凊彩呢，三人去叫60塊、70塊喎。對 ，because 安尼人啊，伊人無去咖啡店咩啊？伊人去 Starbucks 啊，去 coffee bean 啊，coffee bean 啊。but 即係了啊，伊人愛gaya嘛，伊人是 executive 嘛。了，你咩穿啥？特別你走嚟是唔是 credit card？我所以啲媒人講是唔是 ？Actually，係你John 啊，我佢講是你面緊啦 ，OK？ 係你你真係做咩說？你頭先講係你學生啊，講係你學生節畢業出嚟啦，欠人10幾千啊，你講啊。你真係係咪說 ？Actually， 我同你講啦，是因為嗬，真係即係credit card 嘅 provider 啊。伊人 provide 伊人做事裏面叫0% credit card 都知哦。撈住一隻人去都知哦。我冇乜用過嘛，特別我冇夾，我只用就係舊個12個字我興㗎啦而。他那當今 because 人安尼一少年人啊，baru start 做工呀 credit card 啊，欠對安尼一啊。他那無用談 credit card 了，你若是會 apply for credit card。你若是買對 credit limit 2000，你特別得地2000。那個好。了，伊才好你，伊好你嘅 credit card，credit limit 2000。古早啊，少年嘅點聲，你嘅 credit card 啊，你免拖伊人來送你啊，GS 單呢值3000。笑啊，叫做掛。他那冇啦，他那你若是買 credit card， 你買貴又 credit limit 又係你得地 FD。當見緊了 credit card 乜嘢呢？到馬來西亞 most of the credit card。安尼個好，但係你特別有一類，你個係開，但是你冇嚟講，你欠啊冇嚟講係，讓 at least 你得地位個你跳得對嘛？對 ，because 上借銀行啊。可能走伊人了，伊人可能驚啦。特別安怎當今我 still 我上邊講有可能是人
摊類。只一位攤類，有可能有寫 direct sale 啊，啥物包位攤類。老實講啊，我唔是講攤類只 OK 啦 ，comfortable 哈，那有攤食，有攤大，有攤咩啊？我對馬來西亞時，我是較大開啦，因為我久對去一擺，我就成個買衫，叫做食安尼款咯。所以我對去是我成個食烘安尼款嘛，所以我家開較濟，特別。這濟人啊，我嘅朋友啊，我看人個別店咩少年家，看得就開較濟類嘅話，就哦，你一類到類來嘅。我甲你講啦，有真係重要嘅物件就是咗 ，actually 啊 provider 啊有真係 responsible 嘅都知哦。伊人啊真係會曉啊 set trap 嘅咗，學你去 jump into trap 嘅咗。伊撈路，成路就是。撈路啊！佢哋講。真係濟，伊甲你講伊0%啦，但係 small print 係20% arrangement fee 嗰啲講嘅。對。你個我講聽一邊美國嘅是安怎咋？伊0%是個 OK 嘅，6個月0% APR，OK， 啊是12個月免險咋？有啲18個月㗎，36個月，特別你若是無險到尾嘅時，一頭隨起嘅咋，伊嘅 interest 啊。對。阿毛未講咩？阿 John，我唔知，因為馬來西亞嘅伊有credit card 真係久了哈，你無想個動刷，我會記我佇動刷，我看到我聽到人因為 credit card 是迄個時啊，是8年前啊，是較新嘅物件啊，然後銀行都愛互伊嘅卡嚟家己嘅 credit card 咧，所以你銀行你join 一個銀行，你銀行都每你愛 credit card 無啊？你看對，有人有去報箱嘅銀行拖嘅銀行拖 credit card 有10條嘅 credit card， 然後伊用一個 credit card 買物件啦，然後到一個月過了，愛特別興嘅時啊，伊用另外一個 credit card 就興這個 credit card，過了所以伊幾年啊，伊就不用興啦。然後伊成個snowballing安尼款是哦。伊 roll 啦snowballing 都係咚落去咯，哎呦，你講解哦。我聽到我報道嘅聽了咋，我聽到我報道拍緊。我梗係驚，我真驚，我成個大學我第一驚就是講欠人欠累啊！你無才調興嘅係一種感覺，真正騎。但係當今晚那個 generation 啊，你就是講正啦。但係你英國當講嘅係伊嘅朋友病大病做工啊，伊講啊，當今晚 inflation 即係 actually 是一個真伊是一個 fact 嚟嘅。所以咧當今啦，你愛唔係講賺大類啦，你愛 balancing 啊啦 ，outsourcing 啊真係重要嘅度。當今日嚟講啊 ，outsourcing 真係重要啊。有係咪做咩 outsourcing 我冇明白？嚇？我冇明白咩意思 ，outsourcing 就重要。想講嗬，你特別會曉去執世界人啊！講你想講 ，OK， 同我是 student 嘛，是唔是 ？OK， 你我個大英國嘛掉，我會使做咩？我去用我 student price 去買一個 football 嘅 T-shirt，了去人叫人曬，了去去賣互人。哦，佢勁啦，做生意頭腦啊！係好勁啊，你知哦。用欠嘅鐳做對。嚟拍。我甲你講啊，他當今嘛真正濟。公司啊，老人是安尼款。你看，咱當今仔有安尼濟，咱免講 MAS 啊，你有 budget airlines， 你有嗰一個是啥物？There is a difference on budget airlines and low cost airlines 啊。伊人係，你假如寄 email 互你 ，fly to this destination， special fare。Airfare 39 ringgit。聽，我即個我甲你講，我家己嘅朋友來找我呀。伊愛去新加坡啊，伊甲我講，12點啊，你倒下手啊，你去即個 airline 嘅 website 啦。12 midnight 去你去book 好啊。伊 because 伊 airfare
39塊爾講，it goes very fast，你特別去 book 好啊。แล้วว่าเห็นรู้ลุยว่าเป้รู้ cash รู้เป้ against ลุย credit card fair enough ล่ะ so ว่ามา book ขออีโร่39ข้อ airfare 39ข้ออีโบซุย airport tax fuel tax ซุยก็แล้วกี่ไรนอปาคุยข้อ so ว่า after that ว่า print out อีticket ว่าหอยว่าก็แล้วนอปะ29ข้อฮะอันนี้貴啊我買啊我想講39ข้อ講對你看 airfare 39ข้อ fuel tax 8幾ข้อ airport tax 嗰隻錢ฮะ我講依個冇嗰啲 luggage allowance 喺度แล้วก็ baggage allowance ก็ไปตามมา嗰隻錢ก็冇 meals 冇 meals所以我講你看 this is the 你叫我買好你了你就我講哎呦我若是載我坐巴士去對來嘛你講35塊我講好啦可以學掉啦安尼教掉伊但是真正這公司伊人甲你講無講到無講清楚啦無講清楚無講互你聽就好 picture 的我個拉薩掉清楚你感覺掉當金啦我拉薩掉唔是假人特別真正濟人無想甲頂擺的你的爸你的媽教你人用你講教人用你的辦法甲當金的辦法無咩想啊yang bumi kalu anca sia就收類生類係咪你看呢？你較少教我看到。對。你嘛當機嘛？這邊正手入，倒手出，倒手入正手出。是啊。你 OK， 我問你，你拉薩到平常時，咱講欠類啦嚇。哈咪咪嘅當金啦，當金都算起來講，厝欠我無呢 guilty，因為咱們是借啦，們是家己感覺到欠，特別厝欠厝講厝迄個較 OK。我當然攏拉薩到人買車嘅時，欠類攏嘅 opinion on 車行欠類買車是安怎 opinion？最好就是買 second hand 嘅咯。對 second hand because 即出車就落價嘛，伊個。係啊，不 actually 我感覺真係英國人就 smart 嘅，伊啱啱較濟唔是買 second hand 嘅，但人唔買 second hand 嘅。你會每一開呢啦，你就係想講話，你咪知啦，伊個車去甲伊個retail shop 嘅時啊，伊開起來可能 display 呢，你每一開呢啦，伊個30%一頭落啊，都30%嘅。而家即是安尼款嘅咯。So why 我去買 first hand 呢 ？What is the point 對？爽啊！有本事不要緊，你若是有本事不要緊。特別我講聽，我做咩事？我買車時，我頂到是買車，我們是想講 ，OK， 我知影買舊車就是較蝦米咯，較你免伊價錢無 drop 咩嘅。特別比較我講聽一特別就是，我個買到呢件車，我拍算買舊車咧就。然後我 one thing 我袂曉車物件，所以我袂講車歹啊，蝦物件我袂曉，所以我唔敢買上舊車啦，你知道？所以我要買 within 3年內面嘅車啦，3年5年車。我去 Honda 嚟看，伊3年嘅車會算起來，伊嘅價錢是較便宜過我買新嘅車。特別我買新嘅車，伊嘅 interest 是 0.9% interest， 所以0.9% 嘅 interest 啦。然後伊嘅舊車是較便宜淡薄，唔知便宜1,000嘅是1,500，特別 interest 是7%，你知道？所以算起來，我算起來伊嘅 payment 啊。較貴過我買舊車，較貴過我買新車，所以我講 OK， 安尼看我會算，特別我有一個 guide 啦，我對迄個 financial 嘅 advisor 香港嚟講，你車若是你真3年內面行會了，但面你會 afford， 若是你3年內面無在調行了，上濟來講，你要拖去5年還是4年來講，你都無在調買還是電車，你都要買較便宜嘅車。所以我就對伊3年，所以3年內面了，我個會成個講 comfortably 咧，我個會特規矩行到這裡，我個未成上百嘅後，我就對喺你行咯，然後就安尼對調伊行去3年行緊了後，所以我只驚到我是對調買車
3年啦未興未搞我唔嫁俾啊。你講是對啊 John，because 啊 ，OK 啦，咱免講壞車噶啦，壞俾4年啊 ，because and then what every 上個3年，2年半3年我就換車，because 啊，你知我做工嘅點先，我是即個車嘅事嘅，我較知啊，搭電車過5年啊。你 maintenance 起就關你知哈。你講你 maintenance of 你車，我你 save in 去買嘅車，你開去你 maintenance 啊。修理較濟嘅你行。你修理，你家嘅把啥，看你咧把啥，真正貴哦，這邊。同你借咩車咯？那是你借咧間接嚟講，你是去 supermarket 俾 Ovaltine 嚟啊嘛？我是。我 break plan 啊，等陣我去7 set to 11去71去俾一罐 Ovaltine。你問我間接話如果去其實 Volkswagen 嘅brochure 嚟看，嗰個帶啊。嗰個，你只見車啊？是你只見車啊？是。我只暑假，我只英姐，我只暑假車啦。你講一下，我對其實你知我只行啊。你叫我買衫，叫我買件事，我是無，我未開類。那下都 OK，但人特啲是有較有一行樣，成咁開類嘅嘢。我係馬介。只條本啊，特別我啦，只我冇講只字。即係我冇嗰陣時，下面物件咧，你本愛看就按怎開，只咧你免看嘅字，你叫就對啦。我買一來以前哈，只是學，只是學期。對。แล้วว่าสามีว่าสิ搞開始知道？係咪？我係個人嘅事啊，我係個別是electric 嘅。electronic 我 OK， 我可以 control。actually 我已經 control 咗啲啊 ，because 我那老我那在條講，哇死咯！我冇收到你是老是就去大得咯啊，你知道？所以我那老我都那設置 ，even though 我 electronic 聽到我真正搞買，哈咪嘅 electronic 我冇買㗎了。當今我 computer 我冇咪搞買，iPad 我冇搞買，特別一項物件是 iPhone 咧，我未得閒，我卡出一隻個帶，我都知。你想下英國將 anything electronic 嘢開類？我唔敢本啦，當叫我唔敢本啦，我驚。最近 iPhone 咧，我放未起。我感覺條 iPhone 是安怎啊？我打折咩用？我感覺我開啊，你就打，你我打折直用。打折收，打折幫，打折幫啦，打折幫，打折收，我講啊，早起我就佢把招起來幫頭先物件就是資料。第阿妹我放棄，第老妹隻物件放棄，就是我 iPhone 咧，是講直接打嚟我幫你。我幫我，但我較濟佢幫我硬。你成個我若是早起我起來，我 start 我車，我聽伊 engine。喲！我車，這是安怎，還是安怎？你是搞你車啦，你去捏你車誒。你睇我早起我曉啊，我過咧，我在嗰啲 showroom 我即去看了嘢嘅，羅小對來，後尾我去困嘅時我看，慢慢看，看笑。誒，來啦，講到對到對來鋪落，到對來欠類嘅。啷個啦殺掉？加工來了，得咯，加工。嚇加工咧，每下加工講下啫。Hello。加工啊，你感覺到credit card 欠 credit card 嘅類？我 only 用 if 我 next month 我會用，我可以用。對本對。我若是講我冇在條興後隨節，我冇用嘅 ，because 我真係驚我捌掉可能read 外格佢。哎呦。我用外格去發位，然後我就興咗借咁滯咯 ，because 我未 proof 講我冇點喺呢位。你知影，若是講我有兩張可能用票啊，一張我會 proof 啊，然後我
我免平時。等陣你下邊個紅線嚇，真係紅線。叫我紅線，等陣我冚嘅。Sorry。我而家隻咩？真靈。也超關掉啦，我一條伊用了真係濟，特別我 approve 講我冇啲合併 ，because 伊用interview，所以我冇啲嘛，我係 passport show that 我冇用。哦，你條安尼，我為你攞 credit card 特別 proof 講你冇，你個應該冇查數呀。嚇，你就 approve。我諗美國嘅 credit card 真係應嘅啊，伊樣條 research of course 特別你冇哈，樣係思考你考嘅。即個一股以前嘅，我嚇，即個唔是版位啦。然後先查你點先，我隻股我都買，我冚掉嘅了，我買 ，because those days 冇係咪嘛，冇 safe 嘛，冇 safe 嘛，掉了我冇需要用啦。特別呢，你解會記啊，你借錢物件嚇，你用 credit card 俾嚇，伊會 help you 嘅 because I credit history。我即件厝嘅 problem 是嚇，佢哋 trading standards 教我講 ，you should have paid with your credit card, then you are protected. 你冇 pay because you pay cash or you pay with checks, you 冇 protected. 所以我當見我前啊，我債嗰陣時講，我有下你累來起咩？你特別我幫先我用，但是講我隨盤講，安尼借我冇債就起。你會使點錯，你會使教我講，我不要緊用 credit card 學先，我 always 騙人講我冇嘅。哦。我教你人講我冇 credit card 嘅啊。因為如果說我買現嘅借位嘛，我唔知下面俾下面有我俾記啦，所以我俾壓嘢嘅錢落，我俾佢講我冇夠累。你我用 credit card，我講我冇 credit card 嘅，乜咩債我硬啊？傻瓜！你講我嗱我有，冇，伊唔知頭唔知地，伊講不要緊嚟講用我 credit card。這是叫阿摩跌啦，加講阿摩跌就是安尼啦，就是安尼咯。對嚟，哎呀，真係啲西洋路啦。對，然後我對嚟時我計講我個牛黨啊，你多諗啊，我啲negotiate嘅事啊，你問插嘴啊，我對嚟都誒，我昂學掉啊，當今，伊就係講係咪價錢係咪物件時候，一直頭，咪就看到粒看到我咧點唔敢講話。伊知啊，講 OK，你一直頭不過170，伊坐我去，170坐我去，講女物件個了，一直頭看到我，แล้ว叫我佢人講。有講我較較濟大波是安尼款嘅，但是英國中若是對來我人若是去 shopping 啊，我上個路呢，我 every time 我若是愛買蝦米物件，我就想講 ，is it a need to have or a want? A nice to have. Need to have or nice to have. So 我就看了成個熱心嘅啦，你知啊？英國中嘅我所正愛看 DVD、看 movie、看 music 啊。我想，哎呦，他那 Blu-ray 真係貴咗，唔是 DVD 啊 ，Blu-ray disc 啊，100幾塊一個，真係貴，真貴。所以我若是看了望咧，就愛看咧啊，唔要緊啊。英國中嘅喙啊，試過你熟價少。啊！我俾好路，哎呦！我甲伊講，感謝你不要緊，我無閒來看。咱邊有時咱邊 negotiate 個甲辦理嘅價錢誒，但係我哋硬伊落嘅啊，輕伊做幾倍㗎，我不要緊，我出去後生啊！安尼看你都知有時啊。但係我甲你講，我買物件我無去知，我看我暑假本好啊，我假使看別位。啊是無哈，你這邊行走，伊下邊後尾就你買啊。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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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你一去大聲去甲人講我是 Bargain Queen 啊！我翁是講咩？我一朋友啊，我就話朋友成講老師你做淡薄物件，成個較那個等人個做，他講我朋友人叫智娜啦，你就成講佢就咁嘅呢嚇，伊當然未曉啊咯，所以聽我朋友講，你話你智娜啊，你伊就以後啊，伊一頭我是講嘅是的 ，OK 智娜 OK 點點，伊就係講我做智娜嘅。嗰唔是干那咁嘅爾，你就係咱人若是講一項物件你看到，你要去找個別位，想即個物件有較便宜哦。特別當今伊學真濟啊咯，伊當今阿摩啲學真濟啊。各位聽眾，我人講甲未嚇啊！講嘅時候久誒嚇，特別往個講甲去鋪咯，講甲去炸位去啊。所以我哋即個禮拜即話題就講甲一病性啦嚇，你。欠類嘅話題，希望人問欠少這類啦嚇。然後買是有類就買，無類就問買少這嚇，除非是買好我嘅物件啦。感謝各位聽眾收聽，希望各位到底來下個禮拜咱個來再見，各位拜拜。